白痴嘅定義係咩啊？知唔知啊？就係重複做相同嘅嘢，期望有不同嘅結果，嗰啲叫白痴嚇。我今日因為有人錄影緊啊，即係我想講粗俗啲嘅，其實係啊，其實唔係叫白痴，係啊。咁重複做相同嘅嘢，期望有不同嘅結果，呢個叫白痴，或者得意啲叫傻仔啦嚇。咁人生都係咁嘅喎，其實當你好唔順棘緊嘅時候，你係咪識起身？你係咪識去及時跳後一步，諗一諗，我究竟係咪做緊啲相同嘅嘢咧？嚇，即係講完諸葛亮係嘛？有呢個我哋香港即係影響我哋樂壇最深嘅歌神啊，許冠傑喺《打雀英雄傳》入邊都咁講嘅，係啦，執咗位起個風，移燈換凳洗手食煙燙櫃桶咯。係咪冇聽過呢首歌啊？我唔想唱出嚟啊，因為我唔想唱啊，即係六嬸三太公開始嗰首啊嘛。咁啊有一句係咁嘅，叫執咗位起個風，移燈換凳洗手食煙燙櫃桶嗱，即係我背呢啲一流啊嚇。咁啊咩意思啊？執位即係換下位啦，起個風啦，即係打完東風打下南風啦，跟住移燈係咩啊？喐下個燈，換凳換個張凳唔順啊嘛，洗下手食支煙，喐下個櫃桶係點解啊？因為許冠傑都話範疇孕育結果啊嘛，咁所以轉一轉個範疇先。當你唔信嘅時候，咁呢個就叫做識起身。咁唔係話唔玩喎，不過轉一轉個環境，令到自己清醒啲先再玩。